今日我帶大家去屯門浪古灘行山，參觀魚頭石、修女看書石室、龍船石、豬仔石頭、十字星石室。呢張係今日嘅行山地圖。我喺屯門西鐵站搭 K52號巴士，25分鐘來到浪古灘巴士總站，沿住巴士車尾的方向行。今天行程4.7公里，需時4個鐘，難度4粒星。行咗5分鐘，見到呢支燈柱對面，右邊貨車位置有一條小路跟着行。約1分鐘，留意右邊有條梯級行落去，然後穿過一片荔枝樹，跟住樹上的紅色絲帶上山就唔會迷路。見到前面有好多大石頭，樹枝阻路，需要手腳並用攀爬，好似行石澗一樣困難，身手不宜。提醒大家戴手套、着長褲，減少受傷。共行30分鐘，見到有嚿大石頭，好開心見到前面露出個魚頭，喺另外一邊影更加神似魚頭石。我擘大個口，好想食呢個魚頭添。影完相，行去魚尾方向有個窿穿過去，都需要踎低身先入到去嘅。一路上都係跟住絲帶行，行多8分鐘就嚟到修女看書石室入口，好靚啊，形狀好似十字星石室。呢啲係石室入面拍照的照片。參觀完石室，沿住右邊條路上山，行多25分鐘來到龍船石，真係好長啊！端午節快到了，我嗱聲練習爬龍舟，以便參加比賽。如果攰，船後面有條路落山，但係我選擇向船頭風向繼續上山。行一陣間，留意右邊有條小路上山。再行35分鐘就到達山頂咯。左邊方向見到標高處，即係花香爐頂。企喺山頂上可以飽覽青山、山脈的美麗風景。跟住向左邊條路落山，沿途有好多流沙碎石。見到前面個靚女都係垂滑梯咁落山嘅。見到流失的泥土同埋樹根都好得意。路邊仲有山林花開得好靚。由山頂到呢度行咗40分鐘，就見到前面一嚿大石頭。行近睇到一隻肥豬仔趴喺地上，真係好得意。影張靚相先，跟住行去豬仔尾巴有個山洞，行落去突然間你會眼前一亮，原來岩石間的罅隙呈現十字星的形狀，呢度就係十字星石室。我亦被吸引住爬上去打卡，發覺石頭好滑，好危險啊！忠告大家小心啲，量力而為。其實呢段片係重播上次的拍攝，因為頭先到達豬仔石前，突然間落大雨，搞到條褲同鞋都濕晒。為咗安全着想，今天就唔落去石室。完成拍照後，可以落山返去龍古灘。如果唔識路，可以參考我上2次的視頻，十字星石室就會清楚晒。今天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收睇，關注我，下次更精彩，拜拜。